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诚如大家所知，我们台湾的疫情越来越严重，不论是专家学者或是政府相关单位，都呼吁要减少群众聚集的机会。我们教会礼拜天聚会的人数虽然不是最多，但是考量我们聚会的空间条件，每一次的聚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风险。作为一个牧者，最首要的工作是保护羊群身心灵的平安。万一因为在教会聚会而发生任何的状况，不单单是个人受到伤害，极有可能被扩大渲染，造成许多的困扰。经过评估，我们决定暂时改变礼拜的方式，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大家一起利用网络转播，在家中一起来敬拜上帝。一直以来，传播委员会的同工致力发展影音转播的技术。一开始因应教会空间的限制，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灵修室跟礼拜堂外的走道，都会利用同步转播的方式，跟一部分的兄姐一起来礼拜。所以这方面我们有这样的经验。那紧接着，传播同工们借着网络直播的技术，让不方便来到教会的兄姐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。这方面的服事我们已经相当的成熟。如今因应现实的情况，在疫情尚未消退的时候，我们暂定从3月15号一直到5月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鼓励大家在家中一起在线上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敬拜。礼拜的时间还是照常，第一场礼拜是早上7点半台语的礼拜，第二场是9点华语的礼拜，第三场10点半是台语的礼拜，第四场11点是英文的礼拜。大家可以选择适合的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。那么在这段时间，儿童主日学的部分，我们也会请同工预备线上的教材，让家长陪同孩子在线上学习。各牧区也会利用各种通讯方式彼此关心，彼此代祷。愿我们齐心为疫情祷告，愿上帝保守眷顾。